台南有16区今仔日是继续停班停课，到早起10点为止，要有48000外户熄电。消防分队有传发电机，予民众冲手机啊。若熄电的期间，北门区有里长呼吸器断电，无法度碰转过身。另外，南昆新大天府的牌楼倒去，有民众走来要偷摕上路。电火条啊，规排都伫咸水往新营74乡道，但若是风台车人扫过，台南咸水顶真济行政区迄一暗道停水停电，到即马，啊，毋过民众拢真体谅。实在讲诶，有哪足辛苦诶，因为我有出去看，迄重要诶干道，迄电火条拢断足济。台南停电户数有19万2000外户，台电人员用要无休困电子抢修，到七月早起10点，停电户数抑阁有48000外户。咸水区公所透早找协力厂商协助修电线，当地消防分队虽然停电，也准备发电机予民众用。准备一台小型发电机跟延长线，那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，可以自备充电线跟变压器到分队使用。我们也跟家人要报平安，也都是没办法。那家人要找我们也无法，所以我必须来这边。民众坐伫消防队为手机充电，消防队7尾仔宣布各分队开放手机充电，方便民众对外联络。停电毋但互民众生活不方便，7透早北门一里长因为停电，呼吸器无法度用送医，最后救无倒来。慢性疾病啊，所以就是有卧床的情况啦，然后也都是持续的控制当中。5、6点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啦。风台重创台南南昆新大天府43年历史，平拢去做的牌楼也因为强风倒去，都伫庙方保养整理环境的时阵，竟然有人想要偷摕。警察甲我讲已经放伫车顶啊啦，这是过程拖车啊啦，我讲慢啦，我相信讲这是咱附近遮暗的，而且拢乡附近的乡亲啦，迄也毋是惯车。庙方表示，相信民众毋是故意，已经对警方表示无愿意追究，因为除了牌楼，也有下皮这结果甲设施，互风台损毁。庙方已经接触厂商，准备用重机具清理，但环境整理了后，才建议相关设施的保存甲修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